點樣令我哋嘅產品每一啖嘅味道都一樣，係好關鍵嘅一步。如果唔係，食品標準化就無從談起。呢度係安徽瑞中食品，我哋配備咗多台3500升大容量真空滾油設備，先透過負壓抽走肉纖維入面嘅空氣，令到肉組織充分舒展，再配合滾筒均勻滾油，將醃料均勻滲入肉嘅深層。滾油出嚟嘅產品優勢睇得到，用得更放心。好似雞胸肉、雞髀排，切完切片唔會散，擺喺碗度整齊好睇，品相即刻升一個檔次。牛肉片、醃肉片熟咗唔會縮成細卷，客人睇到實實在在。食落口，醃料滲得深，唔會覺得外面鹹，裡面淡。肉串燒完唔柴唔硬，咬開有汁。對於做餐飲同埋團餐嚟講，出餐更加直接，供應更加穩定，出餐效率更高。團餐幾百份出品，味道整齊統一，全國門店都做到口味統一。食材集中生產，食安風險牢牢控制喺工廠入面，唔係散落喺各個門店。選擇我哋安徽瑞中，令你嘅標準化出餐唔再係一句口號，而係變成每一口都兌現到嘅真實體驗。